想成為合資格電工，但擔心學費貴難入行。呢個電力線路佈置證書課程，可能就係你嘅好開始。課程原價1萬蚊，而家透過政府持續進修基金，可以資助80%學費，即係你自己只需要出2000蚊就可以讀到。上房地點喺家居維修學院，九龍新蒲崗八達街9號宏基中心2期，交通就腳，返學放工都方便。課程喺3月中至4月中開課，包括平日夜晚同星期六，全日班好適合在職人士進修。夜晚班19點到22點，星期日全日就10點到18點，時間彈性，唔怕難做時間。課程內容好實用，唔只講理論，更重實際操作，包括一般電力裝置結構同運作原理，點樣查找低壓電力裝置故障、故障排除與改善方法，仲有簡單低壓電力系統同埋裝置嘅基本維修保養。課堂氣氛認真又互動，導師經驗豐富，會一步步教你點樣處理電力問題。無論係想入行定係自我增值，呢個課程都非常適合。讀完之後，你唔單止學到專業技能，更加可以考取相關認證，提升自己嘅競爭力。2000蚊投資自己，長遠回報絕對值得。如果你都想成為電力專才啊，就快啲行動啦！課程名額有限，立即查詢或報名，為自己嘅職業生涯鋪路。